高配版螺蛳粉。今天吃个内蒙特色，它这个是羊盘肠的羊血肠。干噎。是我煮老了吗？哎，手机没电卡了一下，是我煮老了吗？好噎得慌。除了有点噎，味道还可以。羊血肠嘛。
它是这种盘程度的。来，老铁，又吃羊肠面。羊肠面。油不油啊？老好吃了。看怎么尝。谢谢。这是屎吗？好像。肉不是死肉。痔疮。这么好吃啊？真香。路过的老铁们，别忘了点个赞、留个关注再走哟。谢谢。吃完了。嗯。